教室。Kita dulu tapi namanya Ika lepas-lepas。因为在我的母亲的舌头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《吓一跳》，min 就是对。为什么会写《吓一跳》这个歌呢？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带我班上的朋友就是回家的时候，然后第一次吃到原住民的料理，他吓一跳，他觉得很好吃，他就一直吃。然后那个煮饭的姑姑就跟我讲说，他的胃会吓一跳，不要再吃了。姑姑说为什么会用吓一跳这个形容？他说因为他的胃。从来没有经过这些食物，他想象他的胃，很有画面，对对，这个就是母语的形容方式。今天我们一样呢，要来介绍我们的同学，叫 Mark。对，欢迎我们的教母 Rolling。今天我们要来教什么单字呢？跟诗有关的单字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蛮难的。我们先从简单的。Samoa。老师，这个 Q 啊，它其实是有要发音的。有对，这个直接在这个喉头上你会有感觉啊。Samoa 有没有？啊，对，Samoa 不好吃。Sakuya。再来，我们要学味觉，从酸开始。啊，有的人讲你就可以想，好像很酸的感觉。哦，这样好像比较好讲，预备起。很酸的意思，好，那个很甜。哦，这个很难。对，来。那如果没有 Q 的音怎么念？Adit， 它那个其实有点在舌根后面，不是底，不是在前面。Adit， 马唱，这个常用。咸，阿不当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啊。好吃，傻姑啊，傻姑呀，不好吃，傻姑呀，不好吃，酸，阿六汁，我们阿六汁，或是阿六汁，对，阿六汁，甜，干凉梗，阿弟，辣，马唱。阿不当，卡不当或是阿不当。如果我们要讲酸的，对，形容它怎么用？这个，你看，哇，好难，老师这一次太酸了。要几次？所以它在这个。甜甜很甜甜的。你看。所以这个比较简单，有点寒风。阿迪或是阿迪，辣的，哇，辣的，马场上，来，马场上，哦，马场上，那个最后嘴巴要闭起来，喂，咸的，哇，嘎不哒，但是我急酸就是会一直加强到很后面的意思吗？不能是啊不哒，加两阿两干嘛最甜的，就是 EST 的意思吗？对。好，老师要帮我们考试，就是老师等下会讲一个食材，然后我们就要说我们觉得它是酸还是甜的。犀利，马唱 ，Varan， 阿不当，有 rap， 必须 rap， 高贵，阿弟。苦的，阿弟，不可能是阿弟到是，再一次，阿弟，好，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了酸甜苦辣，然后我们就再复习一下。
家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